1秒電影24格，16比9任意拍，你要嘅電影深度或者無聊盡在電影24房，歡迎嚟到電影24房。喺呢一度每一格畫面都係溝片未死嘅證明啊！血花4錢啊！啲血好似唔使錢咁樣啊！大家好，我係李輝，我係許君。如果想了解我哋點樣用創作嘅視覺去解構唔同嘅電影，歡迎 subscribe 訂閱我哋嘅 channel。咁嚟緊我哋可以同你一齊探索電影無限嘅可能性。中唔中意睇血腥電影啊？咁邪典電影溝片呢？溝片呢，其實有 friend 陪睇絕對可以咯，不過自己一個深夜就唔好搞啦。溝都未必係代表恐怖嘅，即係好似之前有冇聽過《萬力三部曲》啊？要聽啊，要睇啊。OK， 萬力三部曲係香港電影史上冇辦法取代嘅3套，超正。邪典電影咧，唔係一定係代表佢係暴力或者係血腥，亦都唔一定係代表住佢令到人有不適嘅。譬如話最經典嘅作品《The Room》啦，有冇聽過《The Room》？有。佢都唔係一套我哋理解意義上嘅一套邪典電影。咁但係嚟緊呢套咧，我反而覺得佢係想借溝電影咧，其實係做翻一個幾正經嘅創作。They will kill you 殺死你嘅。呢套電影咧，即係對我嚟講咧，係睇 trailer 嘅時候都冇噶啦，一定要睇，因為啱我嘅口味。即係佢一來係講邪教嘅電影啦，亦都係一套動作電影啦。我自己會中意一啲直白嘅電影嘅，即係快啲嚟啦，開波啦，然後就成套戲去好水到渠，係啊，不停地 action。咁呢套電影咧就係呢一個基爾里索科洛夫嘅一套作品。咁佢對上幾套咧都係一啲比較再小眾啲嘅作品，但係就全部都係有一種俄羅斯式嘅幽默啦。飲酒殺人黑色嗰一種嘅主線啦，咁而呢個主演咧就係女主角咧就係 Deadpool 多米倫嘅嗰個女主角啦，咁其實套戲咧就3-2句講得掂啦。其實故事咧就講女主角 Asia 就去到一間貴族大廈嗰度應徵嘅，即係成棟大廈都係 serve 貴族一啲上流人士啦，去應徵做一個女傭啦。咁就講佢哋有一層咧，全層都係俾啲女傭喺度住嘅。咁然後咧佢哋入到去住嘅第一晚咧，呢個 Asia 咧就發覺好多怪聲啊，啲衣櫃有怪聲啊，個冷氣機有怪聲啊，嗰啲通風口有怪聲啊。跟住然後咧，當佢真係瞓着咗之後咧，咁然後頭先有怪聲嗰啲咩雪櫃啊、門啊，全部有啲人爬咗出嚟，跟住咧就諗住殺死佢，就諗住殺死你啦。跟住點知咧，佢一個鯉魚翻身咧就碌咗佢個衣櫃入面，即係打開個衣櫃碌佢入去咧，一打開個衣櫃，佢攞一把日本刀，大開殺戒。成套戲就我冇加速㗎，成套戲我成套戲冇加速嘅，就我呢幾句就已經係講晒佢成個 plot 嘅開頭，然後就殺足成套戲，就殺足95分鐘就。但係嗱，堅溝黐線嘅就係有時咧做創作就係有2種去路嘅，就係我一隻綿羊仔，我誤入個狼堆入面，我唔小心去咗邪教，衍生咗啲邪教電影出嚟啊嘛，就係睇我點樣逃生啊嘛，就係我最後發覺原來呢個大邪教，我係點都走唔甩，或者我走得甩，但係我都唔死都得翻半條命，係呢一種邪教電影我哋經常睇到嘅套路啦。另一種就係咧動作電影，我要為咗求生，我好奮力，即係殺破狼咁樣，即係我奮力地，我為自己嘅生存去努力。咁但係佢調翻轉就係佢將呢兩樣嘢，動作片、邪典電影溝埋一齊之餘，佢再要賦予多一樣嘢，就係頭5分鐘呢個女主角咧係無敵嘅喎。即係佢一嚟到咧個動作場面就擺一本刀殺，又頭甩又腳甩又爆晒血，啲血流到一地都係。成棟酒店個老闆娘都俾佢殺咗咯喎，係頭5分鐘發生嘅嘢。咁你會諗，咦冇噶咯？咁其餘嗰85分鐘做乜嘢？但係喺個情況下，就係喺呢度開始變新嘅嘢出嚟。佢就不停賦予一啲新嘅嘢，令到你，咦原來佢仲可以咁樣變化落去喎。然後嗰個變化會令到你個主角由完全無敵，變成完全弱勢咯。就係突然之間反應就係。咦黐地線喎！你點解你可以咁變？然後就係睇下佢點樣重新求生，然後先重新入翻成個故事嗰個 plot 入面咯。咁所以就係所以就係當初我入去戲院睇咧 ，unexpected， 即係我都預咗就係，你應該都係打嚟打去噶啦。咁但係喺呢一個情況底下 ，on top 加咗樣新嘅嘢，佢
佢 jam 咗啲新嘢出嚟，係特別成功嘅，你覺得？我覺得係幾成功嘅。雖然咧我自己覺得咧，佢係咪有啲擔心就係一開始咧佢落得太多電影 effect 啊，嗰啲特效咧，邵氏嗰種 zoom 咧，即係 Q 標咁樣，係好重味精嘅一開頭。係。唔知係佢對個故事冇信心，定係佢覺得嗰個速度仲係未夠快？咁睇到嗰度係有啲辛苦，但係會唔會係想致敬啊？如果係致敬就有啲太過密嘅，咁佢唔使加太多。咁去到過咗嗰個位置之後，我覺得，咦，開始真係佢講翻佢自己本身想講個故事。我就覺得，佢有翻自己嗰個 energy 同個風格咧，成套嘢係十分之嘅 enjoy 嘅，咁呢個就係令到我非常之喺今個復活節假覺得特別嘅一套電影啦。咁似乎如果唔係想太燒腦，又唔想太抑壓，爽爽地去睇一套輕鬆片，都可以係一個好選擇喎。係㗎，因為你哋中唔中意去花四錢嘅？因為其實佢嚴格嚟講，我覺得翻到最尾咧，即係我睇完成個故事咧，佢係甩咗溝電影，同埋有種電影嘅風格叫黑蘇魯風格，有冇聽過？黑蘇魯風格係咩嚟㗎？黑蘇魯風格係一個體系嚟嘅，即係以前有一個小説叫《黑蘇魯的呼喚》，就係講一班主角喺不知情嘅情況底下咧，就探索到一種上古嘅怪物。咁呢種上古嘅怪物咧，係其實同人係本身冇乜接觸嘅，但係冥冥中人係會受到佢呢種怪物嘅召喚咧，去發掘咗呢種怪物不可莫名嘅真實個樣出嚟。咁而喺個過程越探索咧，佢哋會越黐線嘅，因為我哋接收得太多人生完全冇見過同埋冇體驗過嘅感覺咧，個腦係處理唔到，係會變咗黐線嘅。咁本身我以為佢係想走一種黑蘇魯電影嘅風格，但係到最後唔係，佢都係要爽嘅。其實佢哋呢套好穩打穩紮嘅動作嘅電影咯。如果真係要我歸類，佢俾我嘅感覺係有少少似，佢真係有，雖然個女主角由頭打到落尾，即係真係唔係性別歧視，但係我哋經常喺黑板印象入面對上一個都可能已經係諗起 Q 標啦，係咪啫？係動作場面一定係 Q 標，但係其實話俾你聽，如果女性係要打，佢哋係任何人接受到足夠嘅訓練，其實任何人都能夠勝任到動作場面。而今次女主角佢個體能、佢個體態同埋佢個動作個優美程度，我覺得係非常之好。你有冇記憶中有啲特別嘅動作電影你係中意嘅？我其實就係前排翻睇晒 Q 標。係。如果你講到個血花四錢嘅程度係咁好似唔使錢咁款，你覺得同 Q 標有冇得揮啊？佢追緊嗰個血量啊！即係佢嗱當然 Q 標會相對地個格局係大少少，因為佢分開咗 Form 1同 Form 2啦。咁同埋佢係有實行到喺唔同情景底下嘅唔同嘅唔同嘅打鬥啦。咁但係咧，今次我哋調翻轉個格局咧，就係有少少似密室啲嘅，即係譬如話係一棟樓發生一套印尼電影《突擊死亡塔》啦。咁就係由同一棟嘢打到去最尾，但係佢能夠喺一個咁局限個場景嘅情況底下，設計到3場至4場，成個風格同埋嗰個打鬥個視聽語言係完全唔同嘅動作場面。譬如話一開頭我講女主角個打鬥係無敵嘅，咁就嗰個場面好爛仔膠嘅，地下碎晒啲碎片啊，攬實你，然後喺一個好局促嘅睡房入面打嚟打去。咁另一場咧就係喺個宴會廳入面係黑晒嘅，閂晒燈，但係其他人係望到個女主角，得女主角望唔到其他人。然後佢用一個方法產生一個火光，然後個火光重新令到佢有翻打鬥上嘅優勢，而嗰個火光係合理嘅。個打鬥係非常之特別，而去到最尾一場咧，當個女主角知道晒成個嘅劇情嘅真相之後咧，嗰個打鬥就變翻一個非常之爽快，同埋係有個熱血嘅感覺喺度。咁就係非常之特別嘅體驗。有時我係會特登翻睇一啲唔同動作場面，而呢一套我係會覺得我往後人生都可能有時會攞翻出嚟睇，因為係唔錯噶。即係以視覺上係你覺得係有創新嘅嘢喺入邊嘅。視覺上未必係完全創新，但係佢運用得非常之純熟咯。反而即係佢喺個故事個敘事上，我覺得係有少少平鋪直敘，但係去到呢啲位咧，好能夠帶得住你嗰個吸引力啊，個專注力啊。
好似幾正喎。正咁都溝唔晒啊！其實係武打片咯。佢係穩打穩紮，好紮實嘅武打片。如果真係要計創新咧，就係少許劇透，就係頭先我講咧，一開始佢咪殺晒啲，即係連個老闆娘都殺埋，你仲可以殺乜嘢人啊？咁但係後面佢話俾你聽，可以繼續殺嘅。而喺佢新嘅設定底下，佢可以繼續 keep 住殺，繼續殺死你咯。咁就其實冇啦，成套嘢我即係都劇透唔到啦，即係都講晒㗎。咁所以就係唯一就係你係喜歡動作，喜歡血花，喜歡講少少宗教，喜歡女性動作場面，任何一個元素，我覺得呢90分鐘係值得入場睇嘅。呢套戲我係喺數碼港戲院睇嘅，不過場次應該都可能真係落畫啦，即係去到。但係我當初係喺數碼港睇呢哇！全場得2個觀眾，就包括我啦。我覺得值得多啲觀眾入場去支持。岔開個話題就係，而家我哋都知道歐美嘅創作其實係比以往少咗好多噶嘛，尤其是喺原創作品上面。譬如話上集我哋講《末日聖母號》，翻去最舊個問題就係，究竟 Interstellar 之後值唔值得再有唔同嘅科幻片？譬如話香港有殺破狼咁勁嘅動作場面之後，仲值唔值得有動作電影？其實我覺得我哋要繼續去支持原創及創作，直到下一個我哋突破到高峰嘅特別嘅作品出嚟咯。係啊，原創電影其實真係好難得㗎。係啊，所以奧斯卡啱啱攞咗原創劇本個 Sinner 咧，我都覺得超級好睇。咦，我哋係咪冇講過 Sinner？冇啊，約唔到啊。咁我哋試下揾次睇完，我哋由頭再講一次 Sinner 咯。係啊，都值得再推薦俾大家去揾機會去睇嘅。好啊。咁我哋就下條片再見啦。好，記住 CLS 啦，拜拜。